主后2024年10月20日，沙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13章第1节到第4节。大笔甲指挥官、军官以及所有的领袖参详。大笔对以色列全会众讲：你若看做好，阁是出自上主咱的上帝的意思，咱就派人去以色列全地，去见无伫咱遮的亲族，以及住伫有草埔的城的祭司甲利未人，互因拢聚集来遮。咱就通将咱的上帝的约柜牵来遮，因为伫扫罗做王的时，咱无将约柜看做要紧。全会众拢同意安尼做，人民嘛看即个代志做着。弟兄兄姐，大家平安。每一个人伫人生中间每一个阶段，咱亲像拢有一项特别的代志，想要做，也是爱去做完成的任务。有时阵是神圣化变成做是一种使命，亲像咱伫读完国小了后读国中，国中读完就读高中职，了后也爱选读大学，有诶大学毕业了阁考入研究所，了后也有诶继续读博士。总是大多数诶人已经进入工作诶职场，伫事农工商食头路。若是查甫囡仔，也完成毕业。伫工作诶职场，有诶是对基层，也是中小阶级慢慢升级，做到主管，也是家己出来创业。恋爱了后，就是结婚生囝。养儿育女，差不多到一个阶段坎站，人就爱去计划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想要做的一项主要的代志，也是想要完成的工作项目是甚物。咱伫今仔日读圣经的进度范围是讲到历代志上卷13章到14章。大笔伫完成建国，甲对希伯伦迁都到耶路撒冷以后，伫一切的政局稳定，逐项行上轨道了后，伊就真迫切想要将上帝的约柜牵线进入耶路撒冷，互耶路撒冷成做真正的政治甲宗教信仰的中心。以后也想要为约柜去做圣殿，只是约柜伫煞囥踮耶路撒冷即个有上主的稳准。若是去做圣殿，上帝爱大笔留互伊的囝接位以后才做。历代志上卷13章大圣讲约柜伫牵线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中，一半就中断的故事。14章讲大笔的家族甲伊拍败制服以色列长东时，上界主要的对敌非利士人的记述。咱先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13章1节到4节，大笔议论要牵线约柜。大笔先甲伊的幕僚参详决议要牵线上主的约柜来耶路撒冷的代志，然后有得到耶路撒冷居民的肯定，了后就派人去到全国各地宣传解说，也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意，甲看做妥当搁得。所以牵线约柜就毋单单是
代笔一个人想要做诶代志，也是交代政府官员诶代志。这是全体以色列人拢欢喜期待要参与诶大欢喜诶好代志。第三节讲，因为伫扫罗做王诶时，咱无将约柜看做要紧。中文和合本翻译做，因为伫扫罗诶年间，咱无伫约柜前求问神，无甲约柜看做要紧，甲无伫约柜前求问神是一体两面，拢是咧讲无甲上帝约柜甲上帝诶厝看做要紧。第二段是13章第59、11节，约柜险险仔跋落牛车诶事件。约柜迁出基列耶林，要前往耶路撒冷诶故事，咱通参考撒母耳下传第6章第19、11节诶记载。约柜为虾米会囥伫基列耶林？根据撒母耳上传第4章，迄段当时祭司以利年老，以色列人跟约柜出去甲非利士人作战，结果以利两个囝战死，约柜也互非利士人抢去。毋过约柜所到诶所在，非利士人就发生灾害，最后非利士人不得不用牛车载约柜甲陪做礼送转去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将约柜停放伫基列耶林阿比拿达诶厝，一放20年，搁任命阿比拿达诶囝以利亚撒固守上主诶约柜。到伫大卫做王诶时，伊无袂记咧约柜，即时大卫亲自带队要迎接约柜驶入耶路撒冷。因准备新诶牛车，将约柜放伫车顶，对阿比拿达诶厝载出来。遮讲阿比拿达伊有两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台车。咱会有一个疑问，检是即个阿米拿达的囝以利亚撒伫顾约柜，哪会变成做是乌撒甲阿希约？圣经学者有提出几个可能的答案。耶和华讲以利亚撒是乌撒，阿希约并毋是人名，是指伊的兄弟。翻译就是阿比拿达的囝行伫约柜的前后，也是伫边仔伫顾约柜，总是无拍算行到半路发生意外，牛着踏，约柜差一瞬仔就冧落来。乌撒赶紧伸手去扶约柜，煞互上帝发大受气拍死。结果大卫也为着即个代志真无欢喜，也甲迄个发生事故的地点号名叫做比列斯乌撒。大卫真无欢喜，和合本译做心念愁烦。译文无共款，伫解说的角度就会变无啥共。反正大卫是叫即件代志吓惊着。第三段是13章12、19、14节，约柜暂时放伫俄别以东的厝。大卫因为惊上帝，就将约柜暂时放伫俄别以东的厝呢3个月久。结果俄别以东若伊甲伊的厝呢无代志，而且上主搁赐福俄别以东的家甲伊一切所为。第四段是14章1节到6节，
代笔去宫殿，搁娶某生囝。14章的故事伫撒母耳记是写发生伫代笔要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以前，可见历代志并毋是完全用发生的历史事件先后来编排。14章1节到6节主要讲到2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代笔甲泰尼王中文圣经翻作崔罗建立友好外交的关系，也用经济贸易做双方互惠的共赢的方式。泰尼王西兰派使者带上等的品香茶，阁有土水师傅甲做木的师傅来帮衬代笔去宫殿，互伊的王权愈徛在，也互以色列国愈强盛。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代笔住伫耶路撒冷的王宫，代笔阁娶几若个某，生几若个后生甲查某囝，其中上出名的是所罗门，后来伊成做代笔王位的继承人。第五段是14章8节到17节，以色列人弹赢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因住伫甘地瓦郡地中海沿岸的平原地带，因有5个王的联邦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摩西带以色列人要转去甘地西远路，就是为着要避免甲这个非利士人正面冲突。毋过，伫士师时期的尾站甲王国时代的初期，非利士人将以诚侪以色列人的头号对敌。扫罗王甲伊的囝战死伫非利士人的手。当伫代笔建国做王的初期，非利士人也来甲代笔下马威前后2遍来侵犯。毋过2遍拢互代笔拍败。原先非利士人利用利法因山谷的优势，因为非利士人较擅长伫地势偏袒的平原用战车甲马兵作战。若是第一遍的时，代笔引诱非利士人爬上山，然后代笔亲像大水冲堤岸来破坏以色列人的军队优势。第二遍，非利士人来到利法因山谷，因想讲只要留点平地，莫上山就会赢。无拍算，代笔的部队驶来到因的后面，利用树林也不利伫战车甲马兵发动突击，搁一遍拍败非利士人，而且乘胜追击，最后非利士人也互代笔的名声伫中东的列国中大有声望。历代志上卷13章到14章，咱通对这来学习到甚物？第一，好事也着照特殊。代笔伫咧牵刷约柜入耶路撒冷城的即件代志，这是一件好事。毋过，代笔并毋是家己决定就爱大家拢对伊顺从伊的旨意，亲像古早的皇帝属下的圣旨不可违，搁风韵浩荡。反倒转，伊用类似今仔日民主制度，先处理伊的幕僚，参详看会通袂通，然后派人去全国公告互人民讨论看这好也是毋好，最后取得全民的同意共识，才着手去做。咱长教会是采取民主共和的议会制度组织的基督教会，所以
伫教会中有真侪代志是需要经过无共层级的议会开会讨论甲决议，才会当去做。虽然对时间来看，有时阵这并毋是介有效率，毋过因为是民主决，所以议决出来就正做是全体的共识。教会的议事录也是上界宝贵历史甲信仰的资产。开会的议事一般就是第一，先有议案，就是讲开会的目的；第二，说明就是为甚物甲要讨论即个议案；第三，办法，安怎处理完成即个案的方法；第四，议决，大家最后决定是甚物，也是要安怎做。当然，教会伫做代志，除了遵守圣经的信仰价值甲原则以外，上界重要的也是爱遵守教会法规相关的规定法则来办理，才会互代志较容易讨论进行到完成。这也就是好事也着爱有特殊的用意甲精神。有时阵，咱想到一项好事，也是要紧的事，咱拢感觉讲应该爱赶紧做，也是尽快完成。检查家己的代志较好办，家己安怎做就安怎做。做事若是牵涉到正人的代志，有时好事也是需要先照特殊甲程序来做，才会当做了更较圆满，以及皆大欢喜，达到上好的效果。第二，这所在也讲到着好的服侍，除了有热心以外，也爱受训练，甲有好的装备。当初非利士人将约柜送行予以色列人，是用新的牛车来载运约柜。以色列人将约柜放伫基列耶林阿比拿达的厝20年。阿比拿达本身伊是利未人，伊的囝以利亚撒也是叫做乌撒。虽然受托尽职照顾约柜20年，毋过伊除了热心以外，伊并无受好的服侍训练，伊也毋知影着爱有适当的装备。结果伫约柜要跋落牛车的时，伊伸手去扶，煞互圣洁的上帝拍死。这也正做所有服侍上帝的侍奉人员的警惕甲鉴戒。耶利米书48章第10节，伫巴克的译本讲，清清彩彩做耶和华的工的，着受咒诅。伫现代台语圣经译本译做贫惰毋做上主的工的，会受咒诅。服侍上帝的人应该亲像是救生员，毋但家己爱会晓游水，也爱有救人的技术甲设备。拍火员从事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工作，因毋但爱有充足的各种拍火的知识甲技术，也爱有不断的演练甲实务的经验，同时也需要安全的装备，才会当涉险救灾。特别伫这个事件发生3个月后，才搁将约柜继续运送入耶路撒冷城。后来，伊也是用正确的方式找祭司利未人来扛约柜，才甲约柜运送入圣城。这咱伫后主日会搁讲到这段的下集。这个代志
底甲是咱要服侍上帝，毋管做甚物种的工，除了有热诚、有热心以外，咱也着爱受训练、操练，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搁配合拄好的装备，相加相成，就会当互上帝得到荣光，搁互众人因为咱来得到利益有福。第三，伫遮咧讲，面对强敌，咱爱靠主壮大。以色列人因伫国家灭亡以后，流亡伫异乡，因的国家无去，失去家园，互因对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打击真大。总是历代志的作者用大历时代甲非利士人交战做例，讲就算非利士人因是训练有素、强大军队，阁有配备上界先进的战车甲战马，毋过以色列人是上帝子民，因有上帝通倚靠，因祈求上主，上主就赐因智慧甲新的战略。伫原本对以色列人有利的律法因山国，上主互以色列人第一次是引诱非利士人爬上山，第二次因米甸非利士人的背后的树林来发动突击，就彻底打败强大的对敌非利士人。当然，伫咱现实的生活中，检采有拄到对咱无友好的人，也是真爱欺负人的霸凌者。当然，也有亲像中国政权最近发动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派大量的军机甲战舰来咧恐吓台湾，搁也发动遐个投降中国的艺人发表卖台的言论等等。总是咱犹原着爱靠主壮大。虽然台湾并毋是一个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毋过咱也相信上主要保守咱，互咱勇敢壮大，因为主要伫咱对敌的面前为着咱摆设筵席。愿咱做好事也着爱重视特殊，也伫参与服侍时，毋但有热诚，也着爱受好的训练甲装备，搁面对艰难挑战，亲像强大的对敌攻击的时，咱也靠主勇敢壮大，来得到最后的胜利。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感谢你，你是公义的上帝，伫人的不义的中间，也有主你的公义的作为来做审判甲刑罚的事。主你也爱阮热心伫你的教会甲事工，总是也恳求主，互阮也有谦卑、顺服，阁有智慧的心来接受一切好的操练，甲找好的装备来完成主你所交托互阮的工甲使命。也愿主互阮伫面对强大的即个中国威胁的中间，阮也会当靠主你来勇敢壮大，因为阮知胜败也无拄拄是大国家，也是小国，也是伫遮的一切的兵力充足，武器先进等等。搁较要紧的是，阮着爱徛踮主你即边，也互主你成做阮上好的靠山。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